離深圳4公里嘅全品樓設計嘅豪宅，單價8000幾蚊，仲帶埋裝修，首期1萬蚊就可以上會啦。屋苑採用高檔嘅鋁板，搭配70%嘅中控路以隔音玻璃，呢個品質正唔正？新加推嘅8座同之前嘅6座有所區別，6座之前係板塔結構啦，咁而家嘅8座係純板樓噶。而家你睇翻係115平方嘅4房單位啊，亦都係目前樂園賣得最好嘅明星戶型。翻到屋企見得到屬於個半贈送嘅入戶花園，翻屋企嘅儀式感夠細正啊！入到入邊嚟睇翻啦，廚房同埋呢個餐台位置擺翻個8人位嘅餐台係 OK 嘅。咁再睇翻廚房，幼稚型嘅大廚房啦，擺翻個雙開門嘅大雪櫃都係冇問題。咁單位係樹廳設計嘅，開間做到4米，夠細闊落啦。咁我哋出邊咧就超級奢華嘅主陽台啊，長6.8米，闊2米嘅，單係贈送面積就有9.6個方啊，真係夠細豪氣啊！咁我哋而家再睇翻個休息區啦。咁首先見到第一間房係可以作為一個長者房使用嘅，咁可以做到一個出陽台後果啦。咁斜對面呢邊係我哋第一個洗手間啦，可以做到完全乾濕分離咧，以及衛浴設施都係做好晒嘅。隔籬就做咗一個星空主題嘅兒童房啦。咁最入邊咧就做咗一個係半贈送嘅陽台房啦，面積都有成8個平方噶。最後邊嘅主人房做到一個套廁嘅設計，同時佢休息區係做到13個平方嘅，擺翻個2米嘅大床都係冇問題噶。咁睇完呢個115嘅單位啦，其實仲有個93嘅細戶型嘅，1萬蚊就可以上會啦。咁大家如果中意啲細戶型嘅，可以後台私信我哋，咁 send 翻啲最新啲資料俾你。咁項目係位於2線林森嘅黃金地段啊，揸車4公里就可以到深圳啦，7公里係可以到沙田地鐵口嘅。咁樓下嘅公交車咧就直達雙圈嘅，3公里到萬達同埋一田教育廣場啦，隔籬就龍山啦，天然嘅氧吧。咁小區劃分係崇德小學啦，以及就京師實驗學校啦。咁都講翻佢少少缺點啦，就係呢個學區問題啦。崇德小學確實係爭翻少少嘅，同埋咧就樓下啲底商暫時仲未完善啊。如果大家要買餸啦，可能要去隔離啲社區或者係去商圈嘅。但係從佢嘅價格啦、品質啦同埋呢個地段嚟講，性價比我覺得都係幾正噶。發展商而家放大血啦，首期門檻超級低，揾我仲可以攞到內部價格啊！如果近排係想惠州睇房嘅朋友啊，可以約上阿輝一齊睇睇。